谢熊。专家有你为着讲咱出来就有5个人。是的，来到本节目挑战我的题目，过5关拼奖金上最35000，请各位你站两去哦。好，今日介绍咱2队的来宾，我先上来，阮是青春有动头啦。嘿，是安那青春有动头，爱问阮队长来，舒涵，欢迎啊！牛舒涵啦，我是队长牛舒涵。是啊，今日早带阮的师兄因为伊爱宣传伊的新歌，所以讲吼爱甲因带来甲大家斗阵讲台语安尼。咱先介绍一下，再个自我介绍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BTOD 的朱恒，大家会当叫我阿恒。今仔日阮宣传阮的新歌《567八》。好来看你的 partner，大家好，我叫阿基的。阿基啊，为什么我的歌叫567八？是因为跳舞，要跳舞诶，一开始开始5、6、7、8，安尼，所以赞，所以阮选这条歌等下来叫5、6、7、8安所以一尼，听到5、6、7、8，就是要跳啊。所以讲咱今晚嘛爱来5、6、7、8，来来表演一下哦。来，好来，请，啊，我来教你5、6、7、8做，唔免哦。会使，当谁啊？来，啊，来哦，5、6、7、8。5、6、7、8。Yeah, I don't wanna look back，翻过这泥泞，满身的误会，在这个世界中，我想我该出罪，拿起了麦子，生命的破碎。我说爱谁，可能跟我的行为有些不同，才想不爱谁，爱的人才后悔，将或许年少轻狂，经常时常心上人 ，Yeah, never forget。自己的比他不知道怎么开头，看我跳舞戏，大家也求自然的被天天的 flow， rapper say the rapper dance，this is what we stand for。Everybody drop it, do the dance floor。先说，快点相信火箭哦！我的心，to baby，每天都相信，to crazy，掉出生命的礼物。我真正看因跳，我感动是青春来再好来啊！好啦，今嘛吼要来个欢迎一个吼，是以前，伊今嘛退休休困啊啦，是咱以前公司的督部。哎呦，来介绍咱的李伟督部，来叫做李伟督部，我来讲吼，以前拢是你安尼服务员的吼，你真安尼徛你的家无？好，来，今嘛我来服务，自我介绍一下。是我叫做李美惠，嘛是会使叫我阿惠啦。是。哦，咱台湾人讲话吼，就是安尼较亲切。哦，平常时拢是安尼讲，今仔日足欢迎来参加这个节目。是。我第一摆就镜头哦，其实我家己介紧张。欢迎你来，什么来？因为啊，来，伊是我的妈妈啦。出一个再优秀的厉害哇！真正足优秀的呢。对啊。我嘛是希望讲有一个机会吼，会当甲我的查某囝咧共一个节目，是一个纪念性安尼啦。嘿，无问题，一定爱，是。你叫 Copy DVD 啦。我堂甲查某囝当一演戏啊。对啊。对，我搁努力吼，搁拍拼一下。欢迎阿辉到步来。嘿，好来，即马说落去，真严重哦。啊，那严重。因为啊，咱要出来一定边仔有3个人。哦，还有经纪人。好，咱的到步边仔的阿鲁哥哥。欢迎阿鲁哥哥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光如。是。欢迎你大家来哟。好，咱即马介绍一遍。好，来，阮这组因这边是有动头嘛。是。阮这边是好朋友邱中金，我们队长梅贤弟。那你那边别哦，准备要邱中金的哦。大家好，我是梅贤弟，会使叫我阿梅。阿梅啊，嘿，其实我是金门人。哦。所以我自细汉讲的台语，较亲像迄闽南语啦，所以迄调啊，甲迄一块有一个 Q， 嘿，迄 Q 拢无共款，所以我今日来到专家有智慧是要来个学讲
台语无共款的正确的台语，嘿莫讲对正确无正就甲恁遐无共款的台语。无共款的台语，是。好，来要抽奖金进前，爱先甲队友介绍出来。对。大家好，我是王佑维，我是阿梅的好朋友，嘛是伊拍球的球友啦。我队友，嘿，我目前是独立乐团的主唱，哦，乐团的主唱，嘛是咧唱歌的。欢迎。欢迎。好，来，我刷一支。大家好，我是林杰武。我上班的时阵是台语台的员工。我下班的时阵是表演课的我是校长啊，一起主任啦。哎呀，是，嘛是欢迎你哦。对啊。嘿，来，我刷一支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卢，阿卢我是台南人啊，我即摆伫台北拍片，主要是做制片加副导演。有时我迄个较细的广告，我嘛家己导演。是，所以我即摆嘛咧准备我家己的导演短片的作品。好，欢迎你，我刷一支。大家好，我叫小宇宙，我嘛是每个的学生。学生啊。是。细汉的时阵，阮阿嬷拢讲我讲台语拢臭灵台安尼。哦，这个听起袂啊。所以我今仔日要来血耻一下。是。欢迎。好，今日咱好好啊练习。来学习。好，今麦进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是，今麦欢迎咱的邓鸿辉邓老师。青春好心情，台语讲就赢。好，对啦，今日就是台语讲一定会赢啦。好，今日的第一回合资格赛开始。4字斗一字，主持人出题目，题目有4个字，逐字拢会当甲中央的答案斗出一个台语词，只要斗出正确的答案，就会当得到分数。上尾啊，分数上悬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4字斗一字，大家做伙想。好，来，小妹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色？什么高？什么头？什么坎嘞？哦，色高头坎，中到底什么字咧？来，咱请抢答。好，开始哦，哎，紧。是什么色？什么高？什么头？什么坎？想看麦啊！嘿，来，足侪超过3000公尺的什么所在？3000公尺顶端拢是什么？哎，好来，咱这边青春有动头。山头，我今日甲朋友来去爬山，行到山头。哦，真好。好来，过来。山坎，爬山爱水里。应该爬山爱注意，唔通去哭到山坎。哦，滑落山坎对啊。是，好来，搁一个。嘛是爱注意安全啦，唔通滑落去山沟啦。哦，对，爱细哩。好来，山色，爬山爱看山色。哦，明白。好来，我问老师，写这个山对唔对？对。好，这山色色文跟音，嘛有人用山势，这个是白话音来讲吼。亲像咱之前有俗语，就是咧讲入山看山势，入门看人意。嘛是算做讲去到对爱了解当地的状况安尼意思啦吼。对迄个山沟甲山坎这较趣味的，就是讲。像拄则安尼讲，敢若咱的理解是毋是山沟甲山坎是共款的所在？但是其实应该无啥共哦，因为山沟来讲应该是算做较低迄山谷迄个所在啦。啊，那山坎一般是咧讲即个夹壁的部分啦。嘿，所以一个是较夹，嘿，一个是下骹迄个沟啊，迄个山谷迄种所在，嘿，所以这两个应该是无啥共意思啦，吼。嘿，山头较趣味的是，除了讲的讲，爬山爬到山头，当然是 OK。咧讲迄个空间所在，毋过另外有一个山头，就是上上山头。上上山头，迄本来传统意思就是，其实是咧讲墓地意思啦。毋过就无直接讲墓地，就讲上上山头安尼。不要紧，咱搁拍拼哦。好，第二题要来哦。加油！先甲出小调。甲离谱调。是，好来，上位咱请出题。请问什么路？什么地？什么鸡？什么汤呢？哦，路地鸡汤，中到底什么字咧？来，咱请手答。
哦，好，来今日写哦。看嘛，这跟一种滋味有关系哦，哦。跟滋味有关系哦。系啊，囡仔人上爱食的哦。会手气哦。这是什么滋味咧？什么款的滋味？哎呦，哦。好，来，好朋友。我喜欢吃甜粿。哦，我喜欢吃甜粿，真好食。是。你若是食了甜粿，爱啉一碗甜汤。哦，甜就对啊。好，来，过来。你若无爱食甜汤，就去啉甜茶。过来甜咯。我甜咯，上爱食甜粿。哦。咱来甜咯，上爱食。咱来问老师哦，哈，老师这是甜对唔对？对。哎，袂歹哦。好，来分数。终于得了1分哦。来，咱来听老师解释。大家可能对甜咯较无遐熟悉的感觉啦，吼，就是咱一般咧讲甜点的迄个意思啦，是，迄就是甜咯，吼。啊，当然拄食甜粿、甜汤，应该大家拢较知影。啊，甜汤甲甜茶，有人认为讲，啊，茶甲汤，哦，是毋是嘛？有的人当做是算同款的物件，但是一般来讲，应该是甜汤是迄种吼红豆汤迄种的，煮的迄种，煮的吼，爱先过迄个啊，甜茶应该是就讲茶啊有加糖迄种的，应该是嘛无共啦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哎呦，赞。哎，袂歹，拢讲啊真清楚。白手啊，白手啊，白手啊哦，上尾啊是茶啊哦，5000块，5000块，来先促销。好，上尾咱请是茶。请问什么白、什么绿、什么茶、什么熟的？这是咧画符啊！少年的艺术啦。原来艺术是安尼哦。我今麦压力就大。你压力就大。压力足大。时间今麦就压迫咧。哦，时间袂歹。我拄着歹人，我要甲压制。我压制落对，过来。我的时间互压缩啊。老师这里压对唔对？这题若对会当提走5000块，倒一队会当赢咧。哦，别类做这，来咱请唱答，来跟你笑，笑对，比紧的，哎还是什么你？这什么？这是咧画符啊！少年的艺术啦。原来艺术是安尼哦，我拢知影。好，不要紧，来，恁讲啥？恁的字是啥？我今麦压力就大。你压力就大。来，做一句。伊讲我今麦压力足大。过来。你甲我讲句。我今麦压力足大。今麦就压你妈要逼我的话。今麦就压迫咧。時間袂歹，好來，我拄着歹人，我要甲壓制。壓制落對，過來壓縮，我的時間互壓縮啊。時間同壓縮對啊啦，是。好來，我問老師哦，老師這裡壓對唔對？好，壓對哈。來分數。終於得到第2分哦。嘿，咱來聽老師解釋，來老師。好，拄只敢若對即个压迫，那像较無遐尼啊，會當講什麼事吼。啊，其實壓迫甲壓制其實真有時啊相活啦。嘿，但是你都有講一個時間的距離吼，應該是講時間同壓縮啦。嘿，因為壓縮應該是指講，你有無一種的壓力，互伊變做可能迄個時間啊、體積什麼回轉縮甲吼較細，還是較矮安尼。所以若要講時間應該是壓縮。嘿，壓迫加壓制類似啦，就講要逼安怎吼，用強力還是用什麼款的手段要逼安怎安尼，啊有手段。嘿，對啊，所以迄個另外較趣味的是講，雖然這兩個是相活，毋過這個壓迫這個詞吼，較趣味的是好濟漢語。对日本人甲伊發明即個漢字寫法的，啊，然後華語、台語攏吸收安尼，嘿，這是過去台語大詞典有收的一個詞。好，來，今麥進來看分數，來先看阮這邊青春有動頭。今麥得了1分，袂歹。嘿，啊來，咱的好朋友咧。哎，有2分哦，讚。所以講，咱第一回合係5000塊，先囥喺倒位？第好朋友這邊，恭喜！不要緊，咱還有第2回合無？好，進來咱的第2回合，搶答定高機。
手答定高机，两队派出一个人来手答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，拢总进行5条题目。嘿，手答定国机。台语安怎讲？台语要安怎讲呢？啊，咱这回合吼，都是一个袂使讲伊外国朋友啦，外国来的台湾人，伊即嘛有身份证啊。哦，外国来的台湾人。是，伊吼用镜头带咱来去台湾游览，甚至是外岛。哦，啊，伊若拄着袂晓讲的物件，转来问大家讲台语安怎讲？好，来手放在另个顶面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 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未认识我你啊，我是对巴西来 Kevin。好，今晚呢，我来到金门的上西边，西边这号就是叫做水头厝咯。啊，水头厝咯上有名的主角是啥物呢？啊，就是我恁看到这个德外楼，这其实是一个风古建筑物，内底呢有一条刀线密道，然后派人入来的时阵呢，内底的人就会走去边仔的这个洋楼。 啊，毋过其实这个洋楼呢，是来用骗人的假厝，互人想讲，大家拢秘伫内底。啊，其实呢，因已经为这间洋楼走去甲别个洋楼，敢是足神奇的一间厝。哇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古早人吼就是安尼有智慧吼，真巧对毋对？我后壁这栋吼就是假哦，啊，我边仔的这栋就是真的哦。好，安尼我要来出题目，请问洋楼的台语？ 安怎讲呢？请问洋楼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是洋楼哦，吼，洋楼的台语哦。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，楼，哦哟，哦，很有自信吧？洋楼，洋楼，确定。对。好，来，老师，洋楼对唔对？对。袂来，分数。终于得到奖了。来，哎，讲华语10000块，10000块。咱听老师解说，老师解说完就来，老师。好，这个洋楼吼，有原本的名是甲迄个西嘛做伙讲落啦，西洋楼安尼啦。西洋楼。然后迄个以早咱的一寡念谣，也是台语歌古早期的，嘛是有捌出现这个西洋楼这个事吼，伫个歌词内底。吼当然，佫有另外有的人是用佫较口语的讲法，就讲迄是番仔厝。哎呦，番仔厝的意思是讲，因为这个番仔意思，咱即马可能叫是讲过去有一段时间可能咧讲台湾原住民，其实毋是吼。番仔这个词就是，其实就是毋是咱这边的人，是外口人，迄就是番仔安尼啦。以早的观念是安尼。西洋番啦。对，所以红门番啊，西洋番啊，吼所以就是意思讲外来的安尼啦。所以就讲番仔厝意思就是，毋是咱原本遮有的啦。以上。不要紧，咱今晚分数得着，咱这边加油。谢谢。好，来，今日我来。是，来问一个有为。 以为你有咧开迄个 Uber？ 有，即马有咧开，因为生活啦。无，即马你几岁？我即马33。33。对。这是哥哥。来，你即马几岁？你即马几岁？我24岁。你甲看24岁啦！哎呦，真少年！你跳舞跳真久啊吗？跳大概3年。 啊，咱拄啊跳的是啥物？像有 popping 呐，还是啥？这是 popping。迄是 breaking。咱拄啊跳是 breaking。因为有动作的哦。头壳来滚来滚去。哦，对对。练来练去，练来练开啦。不过重点是厝内底人敢会安尼，互你练来练去。伊敢危险啦。以前讲卖练啊，头卖伫个头壳卖练洗来洗去啦。我就无想要听，我就想要跳啊。赶快有家己的梦想。啊，我啊，佫无想要听啦，无唔对啦，只要咱卖互因烦恼。对。加油哦！嘿，哦，你真爱笑呢，哈。来，手放在另个顶面，听我讲。地方嘛爱加油吼。嘿，好，咱先嘛加油哦。吼，手放在另个顶面，听我讲，请手答咱才当试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 好，今日我要甲大家解说的就是这件代志来。看卖我后壁遮哦，你看这间厝上顶悬呢，还有一个时钟，啊，这时钟内底吼，这个时针就是12:40。奇怪，为什么是12:40呢？一般咱若咧食饭的时阵，敢毋是12点？
哦，这就是因为吼，这个黄生吼，伊希望讲吼，大家咧拍拼要趁钱吼，就是爱靠碗食饭，所以要做工课呢，爱搁做较靠碗技术啦。哦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是12:40的原因。好，安尼我要来出题目啦哦。请问时针的台语安怎讲呢？上回来个讲一摆。请问时针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是时针哦，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好，来，一位。时间，时间，确定。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时间？对。哦。好来，吴总。恭喜咱们得到1分哦，加油加油！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哦，其实是无什么复杂啦。啊，不过拄则我就是咧注意看你的喙型是毋是有真正合顿音结束。因为咱的迄个台语的其中一个特色就是有真侪字后壁是喙啊合起来，是尖嘿合喙音，对，所以讲时尖。哦，啊，当然你若是偏专腔的，可能迄个时的变调会变较低，就变做时尖安尼啦吼。对，啊嘛，我捌听过有人是甲迄个。时针分针会甲当做讲，就是迄个时间内底一支长一支短，所以嘛有的人就直接会讲长尖短尖安尼。哦，对，好，以上。那个加油8分哦，今日我来哦。来第3位啊，咱即嘛是8分啊。8分哦，1万块。所以讲，嘿，等下，主任你拄仔你甲送会。我想讲，hello， 啊是恁厝的妈妈？啊是你要甲送讲。无。阿嬷啥？爸爸妈妈。哦，甲爸爸妈妈讲。嘿。嗨。嘿，啊，咱这个哥哥吼，阿卢哥哥，阿卢哥哥是导演呢。副导演导演呢。嘿，啊，你即摆家己的作品要落啊？什么方向的？哦，爱情故事。哦。但是有一点啊科幻。哦，对啦，即马流行啦。敢袂是跨物种？无啦，跨物种，伤过前卫啊。好，来手放在另个顶面哦。听讲请手答咱才会当吃哦，食。好，会记得手要紧哦。好，唔通过下啦，唔通过下啦。哦，这是1万块，1万块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接下来呢，我要甲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物件啊，这就是叫做花佩。花佩呢，伊主要的作用是啥物呢？啊，譬如讲你若要骑脚踏车，哦，你会当出门风风，安尼家用，哦，亲像一个喙暗共款，哦，也是会当可以食，哦，若咧流汗的时阵嘛会当用，看卖，好，啊，恁看卖哦，这嘛有一个较特别、较趣味的物件，叫一个碗，看卖，哦，红色的。这吼主要的作用就是要祈求吼囡仔人会当身体健康。好，啊，恁看卖这个大顶遮吼，这部吼嘛是用花佩。好，安尼我来出题目哦。请问花佩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花佩的台语安怎讲？嘿，花佩的台语哦。好，好来，咱请手答。要紧，去看麦来。花片，花片，你有讲？花片，好来，老师，花片对唔对？唔对。哦，这个台语，甲国语敢都相像。有相像无？有淡薄仔相像。有淡薄仔相像哦。花配。哦。花配。去看麦。花配。哦，去了。花配，快点，好来，老师是不是花配？差一丝啦。哎呀，迄白话音啦吼，叫做花配。啊，伊迄个等于讲是手拍拍迄个字啦。是。若是用台语汉字来讲是手拍拍迄字。啊，手拍拍咱一般拢用白话音是讲配啊，但是都要看镜头吼，迄个物件应该是讲。传统的花佩可能甲即马的即个现代版的无一定完全共，不过原理应该是差不多，就是讲是一块布，伊唔是素色的，哦，花无论伊的即个花草是安怎，就是唔是素色的安尼。是。哦，啊，以早是其实是用绣花，
用绣花啦，嘿，以早是绣花，啊，所以才会讲是花皮安尼啦，嘿，啊，当然拄只Kevin摕的迄个应该是现代版的花皮啊，就是毋是真正绣花，啊，毋过就是嘛是一寡花草，一寡纹路安尼，嘿，啊，若是文言音是叫做帕。啊，毋过咱遮无用文言音啦，吼，就用白话音花皮。花皮好，不要紧，咱赶快培训哦，好，去继续哦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来是第4位啊吼，咱今嘛吼，因为啊，咱介绍的是金门，嘿，像金门人的野手。嘿，啊，你嘛，阿妹先靠两分啦。啊，毋过因为金门人，阮所以讲，阮的题目无要出金门。偏哦，那偏哦，嘿，佫较无共款啦哦。是，啊，毋过咱即马平手啊，咱讲现实的哦。还加油啊！咱即马都免让啊哦。六亲不认啦。我甲你讲哦，妈妈伫遐，毋过伊即马袂当叫妈妈哦。我都甲你支援啊。对，我无法度甲你支援啊。啊，你若要让是不要紧啦。好，来，手跟个练个点。加油哦！听我讲，请手答，咱才会当试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今麦来到金门的一间足赞的饭店哦，伊外表吼拢亲像咧来到欧洲的一种感觉。哦，啊，今麦我要来做的题目吼，其实是较困难一丝咯。准备好啊无？好，亲像咱一般伫台湾吼，有一寡外来语对不对？譬如讲，咱咧讲机车就是autobike，也是咧讲番茄就是 tomato。啊，毋过吼，金门遮吼，嘛有一寡词是对国外来的，譬如讲。这个物件就是马铃薯。你敢知影金门遮讲马铃薯吼，其实是对马来话来的。好，安尼我来出个题目，就是马铃薯的金门话安怎讲呢？马铃薯的金门话其实是讲吼困难的颠倒词。啊，困难的颠倒词到底是啥物呢？请问马铃薯的金门话安怎讲？是马铃薯的金门话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来，妹啊，简单。简单。因为有讲困难的倒摆。金门阮细汉拢是讲简单。嘿，简单。伊两个字拢合嘴呢。简单。简单，有合嘴无？简单。我真烦恼，等下老师若讲唔对，因为伊是马来话去传来，所以我唔知伊是有合嘴。阮阿妈拢讲简单。好，听麦话哦。来，老师简单对唔对？对。好，来先5分数。恭喜无漏气，得到第2分哦。别，来，咱听老师解释。迄马来话吼少的啦，啊，所以这嘛真趣味吼，就是讲，有的人甲咱讲简单，但是嘛，可能有的人佫加一字，就是马铃薯的字，加伫后壁，所以嘛有人讲简单字安尼啦。简单字。啊，但是迄个金门腔因为是偏全的吼，所以毋是讲我这种腔的字，伊是讲词，吼，就是讲简单词安尼啦，嘿。啊，若准讲咱其他所在人讲的，拢大概就是马铃薯、马铃薯、马铃薯、马铃薯等等，啊，毋过就是金门的上特殊，叫做简单安尼。简单，好，以上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这个分哦，就是送你的哦。是真正送你的，你试看卖啦。嘿，所以我精彩哦。好，来好，咱今日换来。上尾啊一位哦，这嘛是真正有影拼输赢，你甲看哦，咱即嘛1分，这边2分啊，吼，啊，咱即嘛这边若1分摕起来，咱就搁平手啊，啊，这个回合就是2边拢有1万块呢，对。不过我即嘛要来问咱妈妈一个，阿慧豆包，你平常时会讲台语无？无，真罕的，尤其咧厝内拢无讲，你嘛定讲台语对？对，我是台湾技术铺，嘛是咱的节目嘛，对。希望2位拢是咱公司的好朋友，拢会当摕到分。是，好，来手跟个练个顶面，听我讲请手答咱才会当试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
我即摆吼就是伫金门的水头厝咯。啊，我即摆要甲大家介绍一个较特别的物件，你看卖啊，这个后壁就写下紫云岩派。这紫云岩派一般吼，咱看哩，面顶敢毋是要写讲这个家族的姓，还是这个家族的名？啊，毋过吼，因为这以前的人吼，住伫遮就是姓黄，啊，这黄就是以前哦。想讲，我来学一个较无共款的名，所以因了后就是有学这个紫云岩派。伫历史上咧讲，唐朝时代时阵，泉州有一个足有钱的人叫做黄守公，啊有一天，伊就决心要将伊的厝来管出来，要去建造一个庙。啊，咧去这个庙的过程当中吼，常常都出现一个橘仔色的云。啊，这个手工就将这个厝叫做紫云岩派。这个故事真趣味，对不对？好，安尼我要来出题目啊哦。请问咱后壁写的这个紫云岩派这个门楣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门楣的台语安怎讲？门楣，确定？确定。好，门楣。好，来，老师，门楣对唔对？咱出出入入拢会经过的门，伊顶悬怀念的台语是要怎讲的？是门楣哦，门楣台语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唱答。哦，来，这有。门楣。门楣。确定。确定。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，门楣对唔对？差一输啦。差一输哦。导播差一输哦。导播，你的机会来了。咱目睭顶完这个。门楣。门楣，你确定？导播确定啊？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，门楣对唔对？对。好，来有分数。恭喜哦，得到第2分哦。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哦，这个门甲楣拢是白话音，哦，啊，若准讲拄则讲的差一输啦，其实可能凡说落尾嘛会有人安尼男咧用啦，就是文白男安尼用法，但是意向来讲是白话音的门甲楣安尼斗，啊，若要讲文言音嘛是会使，就是文甲楣去斗，所以就是讲文言音的讲法是文楣，哈，啊，白话音的讲法门楣安尼，嘿，是。看咱青春有动头这边，今麦得到2分哦，恭喜！啊，那咱好朋友咧，冇2分哦，袂歹。所以讲这1万块的奖金是2边拢得到，恭喜！啊，不过若叫咱拄啊踏起，咱这边即嘛是1万。嘿，啊那咱好朋友这边是1万5，袂歹。好，不要紧，咱搁继续哦。好，今日第3回合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有5条题目，两队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，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是斗阵表输赢，这个回合就敢若3个答案，就是 A、B、C。是，咱若要摕奖金，就是趁这个时阵哦。加油加油！咱若要变盘，嘛是趁这个回合哦。好，好，啊，等下听我讲，咱请示答案的时阵，当这次互相答袂互伊看到。好，来开始哦。上个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半路师通常是咧讲安怎的人呢 ？A. 无拜师傅，功夫就足好的人。B. 功夫无够精。C. 拄啊出师的师傅。好，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半路师哦。半路师呀。对，嘿，到底是啥呢？无拜师傅，功夫就足好的人，还是讲功夫无够精？无够精。哦，还是讲是拄啊出师。哎呦，拄啊出师的师傅。来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来，请站时间到，来，咱请示答案。哎呦，好，来4个 B， 1个 C， 啊这边是 C、B、B、C、B、3个 B，2个 C。来问一个，阿辉姐姐。来，这对你来讲应该拢知。
嘿，你选的是 B， 就是也无到迄个程度啦。是。嘿，咱较早捌讲什么半桶仔西啦，半路西这种一半出路的，所以感觉伊的功夫还没有到位。还没到迄个程度就要出来就对啦。对。啊，那咱这边我来问者，来，咱的阿妹。因为一半嘛，就感觉伊迄功夫也无学了，伊就出来做师傅啊，所以应该是迄功夫无精。嘿啊，就要准备好嘛。嘿啊，就要准备好啊。是。是半桶水安尼就会出来。半桶水。咱即马听到 B 的答案就是安尼。吼，啊 C 我就无要问啊。嘿，因为无听到都是 A。哎呦，那 A 就精彩了，精彩了。好，咱来看一个哦，正确的答案是。两队拢有讲到啦吼，就是半路西、半桶西拢有人讲啦吼。啊，半路西主要是讲行到半路，无搁继续行，继续学安尼意思啦。啊，半桶西是敢若讲，你半桶水吼，啊，就切着，也袂到规桶水咧安尼。嘿，啊，意思拢差不多吼。啊，所以有这个语感应该会当了解这个意思啊。吼，以上是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来，咱今日哦，是这后一题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台语有的所在咧讲的买大厝，其实唔是华语的买房子的意思。你敢知影什么意思咧 ？A. 发大财 ，B. 买新明道 ，C. 买棺茶。好，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买大厝哦，买大厝哦，唔是买房子哦，唔是买房子哦，想看买哦，是买大厝哦，是发大财还是新明道还是棺茶？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来，时间到，来，咱请起答案。好，我来问。嘿，来，你知影意思？我知影妈妈讲叫我选 C。无，这有的是真正咱少年仔即马拢爱知的代志。他捌听过。嘿，对，所以讲 C， 妈妈讲的，对，妈妈讲的就对啊。听妈妈的话。如果你平常时啊，嘛是拢真听妈妈的话。应该啦，你感觉咧？一定会啦。笑而不答。是，好，来问咱阿卢诶，你嘛算是。阮家无妈妈通好问，所以阮问哥哥，问哥哥的话。是，所以讲哥哥嘛真捌代志哦。有听过，有听过。哥哥你捌听过？因为这就是互上尾一间厝啦，系啊，就买起来。咱咧往生者，系啊，是。金门嘛是安尼，迄落啊，对吧？是，因为咱台湾人的礼俗就是安尼。嘿，啊，但是是毋是我唔知影，无定就发大财的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正确的答案是。3条命留着，好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好，咱先来讲有的所在，因为这确实有腔口差。哦，有的所在确实大厝，就是大间厝，就是豪宅的意思安尼。哦啊，所以这各地无共款。哦啊，那透过这个例，咱嘛应该是会当学习讲，爱尊重各地无共款的迄个想法啦。因为做侪事拢有这个状况。变做讲，恁遐安尼讲是一种意思，啊，阮遮安尼讲是另外一种意思。啊，当然，因为这个有真侪过去传统观念对这个死亡这个代志是有禁忌啦，就讲尽量莫去讲到死亡这个直接讲这个相关的物件，上好拢莫讲，这传统观念是安尼，所以观察就是一般就袂直接安尼讲出来就对。啊，所以讲用大厝，啊，或者是讲咱俗语内底嘛有讲到讲用四地帮安尼来讲表示。是讲，其实就是意思是死亡，但是都无直接讲死安尼，嘿，所以这嘛是语言的观念，就是讲传统对一寡代志可能有禁忌，也是有啥物款感觉讲无爱拍切水，无爱讲歹文等等，啊，所以就是用一寡其他的讲法来讲，这嘛是咱大家学习的。好，来，拢真好，赞，给我试一后一题，咱继续哦。哎呦，来哟，上面咱请出题。请问。拉拉山的水蜜桃最有名的，啊，这个拉拉这两字名是安怎来的 ？A. 遐有一个水姑娘啊，叫做拉拉
B 对原住民语反过来，C 啦啦是山歌的音。好，来0.10秒时间，嘿，啦啦哦，啦啦啦，嘿，题目看清楚哦，题目看清楚哦。 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来，咱请示答案。哦，来哦，来哟 B A A C， 啊，这边是 B C B。哦，来，咱公路哥哥，你选的是 B。原住民。直觉。哦，直觉就感觉就是安尼。拉拉，意思是迄山顶嘛，应该是原住民啦。原住民。哦，原住民较侪的，就意思。尊重啦。是，无唔对，无唔对。嘿，啊那咱那个，阿贵姐姐，你选 A 哦。啊，因为我知影拉拉山哦，因有选迄个水蜜桃公主啦。哦。啊，我就想讲，安尼公主的名可能。我就定对哦。是。好，阿鲁，你 B 哦。嘿，因为我感觉水姑娘的名应该袂号做拉拉。你认为是狗仔的名呀？危险。嘿，所以我感觉应该是 B。好，咱来看一个哦。我捌想过呢。正确的答案是。B。对，啊，才有2条命，咱一个哦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老师，好，咱之前的桃园市政府的原民局的局长吼，就捌讲过这个名的故事啦吼。啊，就是讲是这个所在是迄个泰雅族吼，台阳吼，这个族群因的所在。吼，啊，因的所在内底有这个树的迄个所在的迄个地势足悬。吼，啊，因有一个树叫做热辣吼，这类的音啦吼，较挖迄个热辣的音，啊，然后这个音的意思就是讲徛伫足悬的所在，看足远的所在安尼，迄个意思啊。因为拄啊迄个地势，就拄啊会当是互原住民徛悬悬，会当看，有啥物人要接近啊？是毋是敌人，还是啥物会要来安尼吼？所以就是有迄个名怎留落来，所以才会甲这个所在叫做。应该是热辣山啦，啊，但是当然你若要用华语来写吼，就用拉拉来写安尼嘿，啊，毋过安尼写小可有噪音去啦。哦，2分对1分啊，2分哦。好，来咱请示后一题。好，来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日本时代台湾倒一个所在捌有东洋第一制裁所的水名 ？A. 宜兰太平山 ，B. 嘉义阿里山。C 台中八仙山，头拄仔咧讲是要选阿里山，阿里山，因为阿里山的迄个木材本来就做有名的。妈妈讲，你看过，你看过哦，有一个馆呐，所以讲哦，因为妈妈讲的，妈妈讲是无唔对，无唔对。倒一座山有东洋第一制裁所的水名咧，恁敢知影？好，来0.10秒的时间。哎呦，嘿，太平山、阿里山还是八仙山？制裁哦，第一制裁所，啊，这3个所在敢若木材拢是拢袂歹啊。对啊。哎呀，来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来，时间到。咱请示答案。哎呦。因遮加1条命啦，加一个机会。好，咱这边是 A。妈妈讲，你看过，你看过哦，有一个馆呐，所以讲 A。嘿 A。你看过。哦，因为妈妈讲的，妈妈讲是无唔对，无唔对。听妈妈的话。听妈妈的话，无唔对。好，来，我来看这边，这边有2条命嘛。对。嘿，一个 B， 啊，一个 A。嘿，来，咱问阿妹。其实阮头拄仔咧讲是要选
阿里山，但是想讲甲迄风险甲风险甲分贵，是。所以讲其实恁较理想的是阿里山就对。好，阿如你感觉嘛是阿里山？系啊，因为阿里山的迄个木材本来就做有名，进前去家己佚佗嘛，做者迄种观光的工厂，拢是迄有关系嘿，做茶的。是，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个哦。好，咱的正确的答案是。是一个失败。嘿，咱的迄个感觉直觉啦吼，袂歹，就是讲，其实这是日本时代哦，因为所谓东洋，什么第一制裁，所以东洋这个属于就是日本时代会用的啦吼。啊，过来就是到今摆还阁有迄个阿里山林业铁路，这其实是算迄个时代嘛是真无简单的一个建设。哦，就是为着要提升这个茶木材吼，的这个产量吼，啊，甲会当甲伊运落来等等吼，啊，所以这阿里山林业铁路，当留一个证据伫遐啦，嘿，啊，所以若要讲日本时代东洋第一制裁所，应该是举这个阿里山这部分，对，是。变袂过啦，了紧，咱先看分数。是，好，来先看咱这边的青春。啊，即嘛是一粒爱心，感谢伊。啊，来，咱好朋友这边咧。哦，上尾讲一条命。再讲咱2万块的迄落啊，奖金伫倒位？爱互咱这，恭喜啊，得了2万块。嘿，啊那他起咧。哦，伊即嘛就35000块咯。赞！啊，敢会当摕倒转去咧？好，进来咧，小雨，我来排。俗语我来排，拢总有5组的题目，大家轮流甲正确的俗语排出来，出的票数就会使换做现金，1票1000块，奖金就互恁全家炸转去。小雨，我来排。全家抢奖金咯！哦，今摆奖金偌济？35000块啦！来哟，好，互相讨论咯。来，咱请开始。是嘞，上桥吃什么？来，厝楼拄着什么？胖势金胖无好势，金价无好什么？来，过来。什么袂高低壁？暖，地无看起到位。这第一个上桥才要放药，吼，这有的是，佮另外一句相关的是讲。讲叫唔讲叫，管新娘放尿安尼啦，嘿啊，就是意思讲，你应该准备好啊，毋过你上桥伊讲新娘啦吼，上桥才要放尿安尼，哦啊，已经拢化妆啦、穿茶衫拢迄落安尼要安怎吼？好啊，过来厝楼拄着透明号吼，这嘛有对应的华语的成语嘛吼，可能大家较知影。啊，这个金胖无好势，金价无好大家吼，当然是咧苦劝大家爱这个嫁出来代志爱较谨慎的吼。啊嘛是有表示讲要做什么代志吼，莫伤赶讲安尼啦吼。好啊，烂土袂高低壁哦，咱当然是讲啊，若实际上咧讲要起厝吼，咧有壁要抹土这个代志，但是嘛会当延伸做这个较抽象艺术。可比讲啊，咧讲人才，感觉讲啊，这个人啊烂土袂高低壁，就讲哎。本身就无啥物来在，啊，佮无想要学习安尼，吼，诶，即款形容嘛有啦，吼。啊，最后这个猪母扛起牛耳，吼，啊，这嘛是趣味的咯。猪母应该扛起对。低调意思是要甲猪哥拍掌的意思啦，嘿啊，但是扛起牛耳是要创啊？牛耳是啥物所在？牛耳是牛尾所在吼，嘿对，啊，所以就是看唔对所在就对，所以有时啊就咧形容，你乌白搭乌白看安尼，无关系代志，嘿对。好，来，即马上紧就是进来看咱的奖金啦。哎呀，咱奖金偌济？33秒，所以奖金有33000块啦。好，来，即马进来去颁奖。哇！恭喜哦！来，33000块啦！赞！有厉
害，有厉害。好，今日来谢谢咱的郭老师，感谢陈同伟老师辛苦喽，谢谢老师。讲台语，专家有智慧，是专家有智慧，斗阵变台语，我哋大家拢欢喜，再会。谢谢，感谢，恭喜呀，赞赞。